星期，各位粵法嘅觀眾朋友，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傾一個幾乎每一個做咗爺爺嫲嫲嘅人都一定經歷過嘅話題。你有冇試過同仔女傾緊偈？明明你係出於好意，但係傾完之後，仔女嘅臉色變咗，或者乾脆唔出聲，之後就借個藉口走開。又或者你同孫仔孫女相處，講咗一句你覺得完全正常嘅說話個星期，但係孫仔臉上嘅笑容忽然就收埋咗。你返到房間坐低諗一諗，唔明白我係好心好意，點解人哋反應係咁？各位朋友，呢種感覺星期唔係你一個人，有好多做咗爺爺嫲嫲嘅長輩都面對過同樣嘅困惑。明明係最愛嘅家人咧，明明係最真誠嘅關心，但係講出口嘅說話星期偏偏就係令人唔舒服，令關係越嚟越疏遠。點解會咁？好多時候唔係因為你唔愛佢哋，而係因為有幾句說話你可能已經習慣咗講，但係每次講都係悄悄地喺你同仔女同孫仔之間篤起一道無形嘅牆。今日就係要同大家分享，做咗爺爺嫲嫲之後有3句說話千祈要少講，甚至唔好講。唔係因為你講錯，而係因為呢3句說話往往會帶來你完全唔想要嘅反效果。如果今日嘅話題對你有啟發，請記得幫我哋點個讚、訂閱粵法頻道個星期，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做咗爺爺嫲嫲嘅老朋友。好，我哋即刻進入正題。第一句，你咁樣教仔係唔啱㗎。第一句千祈少講嘅說話個星期就係任何形式嘅你咁樣教仔係唔啱㗎，包括一切類似嘅說法，例如你唔好咁寵壞佢啦，細路仔唔可以咁㗎，我哋以前係咁教㗎。星期你睇我哋個個都好好㗎咋，你咁做將來後悔㗎。相信唔少長輩聽完心入面可能會話，但係我真係覺得佢哋教得唔啱喎，我唔講。星期係咪要眼後玩睇住孫仔被教壞？呢個擔心係真實嘅，係出於愛嘅。但係請先聽完以下呢個分析，再諗下點樣處理呢份愛。首先要明白一個現實，時代變咗，你哋嗰一代養育仔女嘅方式係屬於嗰個年代嘅智慧。嗰個年代資源有限，講求服從，講求刻苦，講求唔好浪費。星期呢啲價值觀喺當時係有道理嘅，但係而家嘅仔女佢哋面對嘅係一個完全唔同嘅世界。而家嘅細路要面對嘅競爭，要處理嘅情緒，要建立嘅能力，星期同你哋嗰個年代相比係完全唔一樣嘅。所以而家啲父母用嘅教育方式唔係唔識教，而係因應新時代而調整。你覺得仲壞嘅，可能係尊重孩子感受，你覺得太散漫嘅，可能係給予空間讓孩子自主發展。你覺得唔夠嚴嘅，可能係避免過度壓力影響心理健康。你哋係唔同頻道，唔係邊個啱邊個錯，只係立場唔同，時代唔同。其次更加重要嘅係教仔女係爸爸媽媽嘅責任，唔係爺爺嫲嫲嘅責任。爺爺嫲嫲喺孫仔生命入面扮演嘅角色係愛，係溫暖，係智慧嘅傳承，唔係第二個管教者。當你頻繁地批評仔女嘅教育方式，星期你係喺無意中越過咗一條界線，你係喺挑戰佢哋作為父母嘅權威。你有冇想過仔女其實係好努力咁做事做好父母嘅？星期佢哋每一日都喺摸索、喺學習、喺盡力。當佢哋嘅爸爸或者媽媽喺呢個時候走出嚟話你做得唔啱，佢哋感受到嘅唔係關心，而係否定。星期長期被否定嘅仔女唔會感激你，只會越嚟越抗拒帶孫仔翻嚟俾你睇。點樣做好啲？如果你真係觀察到一些令你擔心嘅情況，唔妨用請教代替批評。唔係你咁樣教係唔啱嘅，而係我見到中州最近咁樣，我唔係好識處理，你係點睇㗎？唔係唔好咁縱壞佢，而係我擔心佢。不過你係佢爸媽，你哋覺得點處理好？用呢種方式你表達咗擔心，但係你同時係喺尊重仔女作為父母嘅判斷。咁樣佢哋唔單止唔會反感，
仲可能真係會同你傾，聽下你嘅意見。記住，意見係要人請你講，你先講，唔係你覺得啱就可以隨時講。第二句，千祈你哋後生人唔明㗎，我咁大年紀唔會錯㗎。第二句千祈少講嘅說話就係你哋後生人唔明㗎，我咁大年紀唔會錯㗎。類似嘅版本仲有好多，千祈例如我食鹽多過你食米，我講嘅一定係啱㗎啊！你哋細路仔懂得咩？我行多你幾十年橋，我講嘅你就跟住做啦，唔使咁多嘴。呢類說話其係以年齡同經驗作為擋箭牌，去終止討論，去否定對方嘅意見。喺你嘅出發點可能係好善意嘅，你係真係想省去仔女走彎路嘅時間，其係真係想用你嘅閱歷去幫助佢哋。但係呢句說話講出口，仔女同孫仔聽到嘅係什麼？係你嘅想法唔重要，你唔需要諗，跟住我做就係。各位試諗下，如果係你聽到有人咁對你講，你嘅感受係點？係感激定係委屈？係佩服定係反感？人唔論幾大歲，都需要被尊重、被聆聽、被當成一個有獨立思想個體對待。呢個需要唔會因為你係長輩，佢係晚輩就消失。仲有一個更加現實嘅問題，年齡大定期唔等於永遠係啱嘅。你哋嗰一代積累嘅智慧係無價嘅，但係同一時間個世界係一直在變嘅，有好多嘢你哋嗰一代嘅經驗喺而家嘅環境入面可能係唔再適用嘅。好簡單嘅例子，以前大家都話讀好書揾份穩定工，呢個係上一代嘅生存智慧。但係而家嘅年輕人個星期面對嘅係一個就業環境急速轉變、人工智能崛起、斜鏈族盛行嘅世界，穩定工嘅定義已經完全唔同啦。你用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去否定仔女嘅判斷，佢哋當然唔服氣，因為佢哋面對嘅現實係你未必完全理解嘅。仲有一點係關於孫仔孫女嘅。當爺爺嫲嫲喺孫仔面前 B 頻繁地用我咁大年紀唔會錯去壓制討論，孫仔學到嘅係什麼？係年紀大等於話事權大，講道理唔重要，輩分先重要。呢種思維模式對孫仔嘅成長係有害嘅。佢哋長大之後唔係學識獨立思考，而係學識睇人臉色、睇輩分行事，點樣做好啲？唔係叫你唔表達意見，而係換一種方式。唔係我咁大年紀，我講嘅係啱㗎，而係我以前試過類似嘅情況，我嗰時係咁做，結果係咁。你哋覺得而家係咪即勇咁樣？你分享咗你嘅經驗星期，但係你係將最終判斷交翻俾仔女，佢哋感受到嘅係你嘅信任，而唔係你嘅控制。而且你自己都會發現，當你唔再用，我一定係啱去捍衛自己嘅立場。星期你反而會對世界更加好奇，更加願意學習，更加能夠同仔女孫仔保持真正嘅溝通。第三句，你哋係咪唔殺我？點解唔帶孫翻嚟俾我睇？第三句千祈少講嘅說話，係最多長輩會講，但係破壞力最大嘅一句，你哋係咪唔殺我？點解唔帶孫翻嚟俾我睇？類似嘅版本包括我等咗你哋成個禮拜，你哋都唔打個電話，人哋嘅爺爺嫲嫲日日見到孫，我係咁命苦，成個月都見唔到一次。我老啦，唔知仲有幾多日子，你哋唔多陪我，遲早後悔。各位請先停一停，聽完以下分析，再決定呢句說話值唔值得講。首先想同大家講，星期呢種感覺背後嘅情緒呢，孤獨被忽視，渴望陪伴係真實嘅，係完全可以理解嘅。退休之後生活圈子細咗，以前每日見嘅同事冇啦，仔女又有自己嘅生活，孫仔係而家生活入面最大嘅快樂來源之一，想多見孫係人之常情。但係呢句說話講出口會發生啲咩？仔女聽到第一個反應唔係我要更加適合你，而係我又做得唔夠啦，係愧疚，係壓力，係一種點做都係唔夠嘅無力感。久而久之，仔女甚至會開始避免同你傾偈，因為每次傾都係一次情緒勒索。
唔係佢哋唔愛你，而係佢哋已經唔知點樣回應先可以令你滿意。更加重要嘅係呢句說話會影響孫仔、細路仔係好敏感嘅。當佢哋見到爺爺嫲嫲同爸爸媽媽之間存在張力，當佢哋聽到你哋唔殺我呢類說話，佢哋會唔知所措。本來輕輕鬆鬆返爺爺嫲嫲屋企係一件開心嘅事，但係慢慢咧呢件事就同大人之間嘅矛盾掛上咗鈎。孫仔就開始覺得唔自在，唔想返嚟。最後星期你得到嘅係相反嘅結果，你越係話你哋唔帶孫嚟睇我，仔女就越係少帶孫嚟。點解會咁？因為呢句說話嘅本質，星期係將愛變成咗一種交換條件，你要用帶孫返嚟嚟證明你殺我，但係愛從來都唔應該係交換。愛係自由嘅，係出於心甘情願嘅。星期唔係因為被愧疚驅動而做嘅。當你用愧疚去驅動仔女帶孫嚟，就算佢哋帶嚟係帶住一份壓力嚟嘅，唔係帶住一份喜悅嚟嘅，咁樣嘅相聚係咪你真正想要嘅？星期點樣做好啲？第一，將要求變成邀請，唔係你哋點解唔帶孫嚟，而係下個週末得唔得閒？如果得，好想請你哋返嚟食頓飯，好耐冇見孫仔啦，好掛住佢，係邀請，係表達你嘅思念，而唔係控訴對方嘅不足。咁樣仔女接收到嘅係溫暖，而唔係壓力。第二，建立屬於自己嘅生活，呢點係最根本嘅。如果你嘅快樂完全依賴喺孫仔身上，咁你係將一份好重嘅擔子放喺仔女同孫仔嘅肩上。星期啦，試下培養一兩樣真正令自己快樂嘅嘢，一個興趣，一班老友，一項定期嘅活動。當你自己嘅生活係充實同快樂嘅，你對孫仔嘅思念咧就係一份輕盈嘅愛，星期而唔係一份沉重嘅負擔。仔女見到你過得好有自己嘅生活，係唔會唔帶孫嚟探你嘅。相反，一個生活充實、精神愉快嘅爺爺嫲嫲係孫仔最想親近嘅人。第三，記住質勝於量，見面次數少唔緊要，最重要係每一次見面都係開開心心冇壓力嘅。如果每次見面都係喺指責同愧疚嘅氣氛入面度過，星期咁就算每日見都係傷感情嘅。相反，如果每次見面都係輕鬆溫暖充滿笑聲嘅，孫仔會主動要求多嚟見你，因為喺你身邊係快樂嘅。講完咗3句千祈少講嘅說話，想同大家分享一句係做咗爺爺嫲嫲之後應該多講嘅說話。呢句說話好簡單，得4個字，你做得好。其係對仔女講嘅，你有冇試過認真地由衷地對你嘅仔女講過？你做得好，你係一個好爸爸、好媽媽。好多長輩成世人都唔習慣讚仔女，個星期，因為自己嗰一代係被嚴格要求長大嘅，唔習慣稱讚，覺得稱讚係會令人雞傲、令人鬆懈。但係你有冇諗過你個仔女可能係成世人都未聽過你親口話你做得好？佢哋每一日咁努力返工、養家、教仔，仲要處理自己嘅情緒同壓力。有時候佢哋唯一想聽到嘅就係自己嘅爸爸或者媽媽話一句你辛苦啦，你做得好。就係呢4個字可以融化好多積累咗好耐嘅心結，可以令仔女覺得返嚟見你星期係一件令人充電嘅事，而唔係一件令人消耗嘅事。試下由今日開始，每隔一段時間對你嘅仔女講一次你做得好，我為你驕傲。你會發現星期佢哋嘅眼神係會唔同嘅。各位粵法嘅朋友，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做咗爺爺嫲嫲之後，有3句說話要少講。第一句，你咁樣教仔係唔啱噶，教仔係父母嘅責任，唔係爺爺嫲嫲嘅工作，少插手，多信任。第二句，我咁大年紀唔會錯噶，年齡係閱歷，唔係真理，用分享代替命令，用請教代替否定。第三句，你哋係咪唔殺我？點解唔帶孫返嚟？用邀請代替控訴，建立自己嘅生活，令每一次相聚都係輕鬆快樂嘅。各位，星期做爺爺嫲嫲係人生入面最後一個偉大嘅角色，
呢個角色唔係用嚴厲去演，唔係用愧疚去維繫，而係用愛、用智慧、用寬發嘅胸懷去佔識。你哋有能力給予孫仔一樣，係爸爸媽媽未必有時間給予嘅嘢，就係無條件嘅愛、冇壓力嘅陪伴，同一種歲月沉澱出嚟嘅從容。孫仔需要你唔係因為你管佢、教訓佢、為佢擔心，而係因為喺你身邊，佢感受到嘅係接納、係溫暖，係一種無論點都係愛佢嘅安全感。當你少講嗰3句說話，精奇，你就係喺為你同仔女同孫仔之間打開一扇更加寬闊嘅門，門後面呢係更加真實嘅親情，係更加輕鬆嘅相聚，係孫仔長大之後仍然願意主動翻嚟見你嘅溫情。星期，希望今日嘅分享能夠幫到正在思考家庭關係嘅各位長輩。如果你有共鳴，或者你身邊有類似嘅故事，歡迎喺下方留言分享，亦都記得訂閱粵法精奇。我哋下一期再見，多謝大家。